香港有一個叫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當世界各地有災難發生，佢哋就會去災區為災民做心理評估同輔導。不過就引起權威臨床心理學家質疑，到底當中有咩問題呢？呢個災後心理輔導協會創辦人叫做杜永正，曾經獲亞視頒發感動人物，又獲信和集團贊助辦公室舉辦收費幾千蚊嘅災後心理輔導員證書課程，培訓學員到災區做治療同埋值錢募捐。天津大爆炸之後，佢哋就去過災區，成件事外行人睇落冇乜嘢，不過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佢哋嘅疑點。我哋做咗大概100個人嘅 assessment 啊，喺唔同嘅地方嚇，咁咧就大概有我哋其實未夠時間去統計，因為大概有45%度啦，係嘛？係有創傷後壓力症。我哋接觸到裏邊，我接觸到其中一對嘅夫婦咧，佢哋分享翻嗰個情況就係佢哋患有 PTSD 咧，創傷後嘅壓力症咧，係佢哋但凡見到啲車燈閃咧，佢都開始驚。喺臨床診斷人為真係有創傷後壓力症咧，本身嗰個診斷嘅條件之一咧，係需要嗰個困擾係嚴重影響個生活啦，而呢個情況咧係持續1個月以上。你唔好咧就走入去，然後咧就人有嗰啲自然反應，你就話佢係有病啦。胡博士就話錯誤標籤一啲自然反應成為病態，會為災民帶嚟反效果。至於點叫做 PTSD， 杜永正嘅解釋就同佢喺課程上講嘅有出入啦。喺個學術嘅層面咧，要講個學名咧，嗰個應該叫 ASD。唔係叫 PTSD，但係10日之內咧發生嘅，通通都叫做 acute stress disorder。即係對住我全部對公眾一啲唔係呢個點講咧，唔係呢個界別裏面嗰啲人咧，我哋要講到佢哋明咧。你講 acute stress disorder，冇人知講乜嘅。杜永正舉辦災後心理輔導員證書課程，收幾千蚊學費，培訓學員去災區，咁又適唔適合呢？我哋會喺一個合適嘅地方咧 set up 一個我哋叫 clinic 嘅地方，咁其實就係方便佢哋嚟咧，可以我哋幫佢治療啊，做 assessment 啊，做 treatment 啊咁樣。咁做嘅過程咧就帶佢去即係未來嗰個盼望，等佢去即係喺個治療當中去諗翻佢未來嗰個將來嘅希望。咁個治療需要佢去想像啦，同埋去呼吸。就算我哋去到當地。其實我哋都唔適合做心理治療㗎，好多時好容易有一個咁嘅誤解，就係我去到就做一個介入，咁可能自己有個滿足感，咁但係呢，其實你想係去幫人啊嘛，應該係從別人嗰個需要嚟到着眼，就唔係呢由自己嗰個需要去着眼咯。嗱，你話唔適合，你有咩數據話唔適合啊？我就有大把數據話俾你聽係好適合喎，係每一個啲人翻嚟真係。我話俾你聽，100%唔係100都90咧嘅輔導員翻嚟話俾你聽，係絕對係做到嘢喎。